大家问千万字，特工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俗语咧讲，旧历3月3日，一日剥皮，3日嫁皮。这个意思是讲春天天气变化真大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，这日就是皮，读破话皮第7条，读皮是读鼻音，有一寡地头为人读做皮。皮就是咱困的时架伫身躯的物件，咱讲是棉被，某人讲是被啊。依照制作的材质，有棉被甲羊毛被。另外困的时铺伫咧面床，互咱身躯较烧热的物件，咱讲是被单。另外被仔的表面，古早有人讲是被头。这个文音读做被。被就是互人安怎的意思，像讲互人偷摕去，咱讲是被人偷去；互人害人，咱讲是被害者。另外，互人拖累，咱讲是被连累；也个互人掠去，较早讲是被擒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棉蕉被，也就是棉被。棉蕉是用棉花做被来胎。第二个词读做被告。伫法律上，因为互检察官起诉或者是民事案件，互诉讼的当事者、相对者就是原告，也就是讲互人告的意思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这个嫌犯唔知什么原因去偷摕人拍伫咧外口的棉蕉被，就安尼真做被告，实在是真唔得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被，这是鼻音；另外文音读做被，提供互观众朋友来参考。